仔女做英文 present tense 嘅題目真係有萬能貼士。喺上一集我有講到，如果我哋搞清楚 present tense 嘅 concept 嘅話，就會攞到80嘅分數。咁喺呢一集我哋講一講，其實喺試卷裏面，我哋只要見到某啲字眼，其實就等於貼士，話俾仔女知道，而家就係用 present tense 啦。如果大家嘅子女喺學校嘅英文成績係徘徊喺合格與唔合格之間，甚至乎係好低分嘅話，咁我希望我可以幫到各位家長，希望各位家長可以同子女一齊開心快樂咁樣去學習，一齊成長。處理好或者緩和咗子女學習問題之後，會有更加多時間同仔女享受更加開心嘅生活，等子女可以過一個更加快樂嘅童年。一連4集講解現在式，而家去到第2集。好，我哋一齊進入主題。有媽咪會問：咦，點解係80分數啊？嗱，我喺上一集係有講到嘅，咁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click 翻入去上一集度聽一聽我哋嘅講解嘅。順帶一提，各位家長請留意到片尾，去到片尾嘅時候呢，就會話俾大家知可以點樣索取我哋為大家仔女準備關於今日 present tense 主題嘅操練試卷噶啦。進入主題啦。咁究竟有啲乜嘢字眼係等於貼士，話俾我哋仔女知，一見到呢個字嘅話，嗰一題就一定係用 present tense 呢？第一個 always， 即係永遠或者係常常啦。我永遠返學都係搭巴士㗎，有幾永遠啊？有幾常常啊？逢星期1至5返學都係坐巴士嘅。1年前係咁，而家係咁。我知道5年班、6年班都係噶啦。重複性嘅事，我哋用現在式，所以答案係 Go。再舉一個例子，我永遠都咁愛我媽咪嘅，永遠有幾永遠啊？我出世到而家，直至到將來幾十年之後，一樣愛我媽咪，所以係重複嘅事情，我哋用 present tense。所以答案係 love。第二個字 often， 即係經常。我經常去踢波㗎，有幾經常啊？一個禮拜2-3日到啦。話我1年前都係一個禮拜2-3日，今個月又係一個禮拜2-3日，下個月一樣，一個星期去2-3日踢波，一樣係重複嘅事情。所以 often 見到呢個字都係用 present tense， 所以今一題嘅答案係 play。 第3個 tips sometimes， 即係有陣時。我有陣時會飲涼茶㗎，有陣時即係幾耐飲一次啊？大概阿媽一個月煲2-3次俾我咯，我由細到大都係咁㗎啦。即係1年前我又係每個月飲2-3次，呢個月我又係飲2-3次，到出年都係咁噶啦。阿媽習慣每個月煲2-3次俾我，重複嘅事情用 present tense， 所以呢一題嘅答案係 drink。 下一個 tips never， 即係永不，永遠唔做嘅事。咦？永遠都唔做，咁即係重複性唔做啦。我永遠都唔游水㗎，即係我自細到大，一出世到而家，直至到將來，我都唔會去游水嘅。唔去游水呢件事係重複咁做㗎，所以呢一題嘅答案都係 present tense， 所以答案係 go。 剛才嗰幾個 tips 差唔多每一份試卷都會出㗎啦，都係屬於好容易直至到普通嘅級數。咁喺呢一集我會講一講，有啲非常困難嘅字，咁當然啦，係對於仔女，對於小學生程度嚟講非常困難嘅字，都係 tips 嚟嘅，都係提醒仔女係要用 present tense 嘅。好，我哋睇一睇呢4個
喺小學生試卷唔係經常出嘅字，不過係會出噶吓，係屬於比較少出嗰10% 嘅題目嚟嘅。呢4個字嘅意思大致相似，都係好少去做，甚至乎少到唔做。例如 I seldom eat chocolate， 話我好少食朱古力噶，少到唔食咁滯啊。呢句 I rarely cook at home， 我好少煮飯噶，有幾少啊？喂，都少到個廚房都差唔多未用過咁滯啊。所以係用現在式 present tense cook。呢一句 I hardly ever draw a picture， 我好少畫畫噶，有幾少啊？哇，我都少到唔畫咁嘅。所以 present tense draw。呢句 I barely drink green tea， 話我好少飲綠茶噶，我都少到唔飲嘅。用 present tense drink。多謝大家收睇到呢一度。如果想攞今集主題嘅操練試卷俾仔女嘅話呢，請留言+1，咁我哋就會將試卷答案同埋解題嘅片段 send 俾大家噶啦。除咗今集有講嘅字眼貼士之外，仲有更加簡單嘅，例如 every morning、every year 等等呢啲貼士字，都會喺我哋嘅試卷度有提到噶。咁喺下一集，我會講一講仔女通常喺 present tense 題目最容易犯下嘅大意錯誤嘅。歡迎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click 入去下一集睇一睇。再一次多謝咁多位收睇到呢一度，拜拜。